各位鹽粉好，大家好。炎明熹嘅第3首新歌《拜拜拜》已經喺8月12日 MV 正式上架啦。首先本台星斗恭喜佢出第3首新歌，非常之好聽。之後就係《拜拜拜》嘅新聞報道。今集首先集中睇晒《拜拜拜》無敵靚標題，炎明熹支持新歌 MV 變身賽車手，型格登場，點名小黑啊嘛，填詞一度怕駕馭唔到啊，錄音堅持全程閉起眼睛唱，哇點唱啊大佬支持，大佬閉眼知啊！上次原色已經坐喺度唱，今次就閉眼唱，讚你啊！閉眼唱都咁好聽，耶！到東方拜拜拜嘅標題就係炎明熹支持轉型啊，型格個型啊嘛，獻第一次獻出第一次分身演出大呼好玩，哇有咩咁好玩？一陣研究。冇錯啦，東方嘅標題拜拜拜完到第三個拜拜拜標題就係支持炎明熹新歌挑戰全新風格，話點全新法係 hip hop 啊，講咗俾大家聽先，展現型格魅力，哇呢度講到好有魅力啊，係堅有魅力嘅。咁啊 MV 攜手幕後音樂人，一陣介紹晒驚喜演出兼支持滿足埋學車願望，哇拍 MV 滿足埋學車願望犀利啊！下次呢就學埋揸飛機願望，好唔好啊？第5、第6首歌期待緊你啦！哇，講緊第5、第6首歌噶啦。OK， 好，咁3輯嘅勁標題講完，拜拜拜，下一段。睇拜拜拜內容之前呢，睇晒啲製作人先，咁就有監製 Edward Chan 啊，陳浩然，咁就約50歲，俾晒資料大家。留意記唔記得標題講到話音樂班底，本台星斗首先講晒呢度所有嘅班底之後呢，一陣聽報道呢就非常之入味噶啦，就係咁解。補充翻陳浩然上次 Colour in the Air 都係佢監製。留意一陣內文提到填詞人小黑啊，之前提到小黑噶，咁啊俾咗知道大家叫蔣志軒。今集俾埋小黑嘅填詞生涯猛人嚟噶，留意係啦，對小黑有興趣嘅截圖慢慢睇，慢嘅慢慢睇，有小黑嘅獎項添啊！哇，勁啊，攞咁多獎嘅。跟住另外今集拜拜拜 MV 請咗4個幕後音樂班底，就係呢幅圖，4個強人一齊拍呢個 MV，非常之勁抽。問大家呢4個除咗支持之外，你識唔識佢哋啊？首先講第一個就係 James Wu， 上次啦原色作曲填詞啊，都係佢，讚佢。到支持第3首新歌，即係拜拜拜嘅作曲編曲係由呢位 Edwin Tong 唐卓廷製作嘅，咁填詞頭先講過嗰個小黑，留意翻。講下1、2句，呢個都幾靚仔吓，幾有才華，後生靚仔。跟住第3個係全民造星6嘅關智樂啊 ，Henry 關。留意拜拜拜 MV 裏邊啊，有4個做 band 噶，其中一個就係呢個 Henry 關。跟住第4個組員就係 Lauren Low 啊，羅朗希。就係因為有呢4個做 band 啊，所以成個 MV 好好睇啊！咁啊，之前喺中間喺個台上面轉啊轉啊轉啊，一陣解釋。終於到3拜嘅精彩內文，繼上一首啊《Colour in the Air》完色之後，支持炎明熹近日又推出全新曲啊！咁啊，拜拜拜第3首新曲，作為加盟 Sony Music 嘅第3首新曲，冇錯啦！今次支持再度挑戰全新音樂風格，係 hip hop 嘅風格。仲要打破過往形象，有個新形象，一陣睇展現其歌聲嘅更多可能性。今次有讚支持，不停咁突破，真係努力之。OK， 繼續支持，冇錯啦。講到監製 Edward 啊，頭先講咗噶啦，咁啊，直覺非他莫屬啊，嗰首歌啊，即係呢首新歌拜拜拜，新歌拜拜拜，曲風型格且節奏感強烈，咁啊，對支持而言是一次全新嘗試。面對新風格，支持坦然啊，佢就話啦，在摸索演繹方式與語調時，花咗不少功夫，多番嘗試後，才找到最適合嘅演唱方式。非常之欣賞支持嗰種敬業熬業嘅精神。留意佢咁叻女啊，唱1次都得啦，但係佢要試幾次喎。睇到佢喺好想藉住呢幾次揾出呢最好嗰個，其實另外嗰幾個都係好啊，佢揾最好嗰個俾大家去聽啊。呢個呢就係本台主非常之欣賞支持，成日報道佢嘅一個原因啊。咁最後呢，最終在監製 Edward Chan 咁啊，同埋 Edwin Tong 頭先個後生靚仔嘅指導與溝通之下，互相去溝通咁啊，指導下支持咁啊，才找到最完美嘅注譯。哇，完美嘅注譯 ，OK。
留意一點啊，雖然錄音過程充滿咗挑戰啊，對於 Gigi 嚟講，但監製 Edward 咧透露，早於收到 demo 嗰時咧，便認定歌曲非 Gigi 莫屬。呢首歌旋律感覺有種冷艷灑脫，直覺上好適合一把輕柔通透嘅聲音，所以就諗起咗 Gigi。呢段我星斗點睇呢？ Edward Chan 呢咁樣講喎，佢又話呢 Gigi 好適合咩啊？冷艷嘅灑脫形象，即係冷艷之同埋灑脫之都好適合佢噶。咁佢個直覺就直頭覺得 Gigi 係啊點樣啊？個聲音係輕柔同埋通透嘅聲音。哇 Edward 讚 Gigi 嘅聲音係輕柔通透嘅聲音啊，靚聲咯，簡單嚟講。所以拜，非你莫屬啦 ，Gigi 又非你莫屬啦。OK， 哇，好多首歌，成日好多首歌，首歌基本上喺我星斗心目中全部非你莫屬個，其他唔使唱。唔係，我覺得即係我個人認為即係 OK。但我講過啦，其他歌手都有優點嘅，不過呢，我台主得 one man band， 所以做唔到咁多人。OK， 咁啊主力做咗 Gigi 先，因為佢太多正能量，佢嘅創意係非常之高，我經常講嘅。OK， 再睇下 Gigi 有咩優點。睇完勁監製都讚 Gigi之後呢，就睇下另一個小黑填詞啦，係點嘅呢？葉明熙點名小黑填詞嚇，點解 Gigi 點名小黑啊？邊個嚟㗎？頭先講咗㗎啦，講個笑就係話其實 Gigi 都可以點名我星斗同你填詞㗎喎，咁啊呢首。拜就改咗做 love 啦，我哋好愛 Gigi 啊 ，oh love， 我哋每天撐你 ，oh love， 忘掉昨天。OK， 又嗨得滯咁，翻嚟揾翻小黑填詞嘅報道講翻先。拜，歌詞由小黑創作 ，Edward 透露啊，即係監製，即正是 Gigi 本人嘅心願，係佢心願嚟噶。然而 Gigi 收到初版即係 demo 歌詞時呢，一度缺乏信心，冇咗信心啊！一開始收到嗰份歌詞時呢，我以為自己呢駕馭唔到啊，呢首歌拜啊，所以就同監製 Edward 同埋小黑呢再溝通下先。最後結果經過咧同呢個小黑同埋監製咧溝通完之後咧，終於拜嘅最終版本歌詞就完成咗啦。Gigi就笑言為咗能完全代入歌詞嘅意境啊情景嘅錄音時堅持要全程閉起雙眼啊！哇，重點嚟啦，我就講啦，試過擘大眼同埋眯埋眼唱啊，即係兩種唱法啊，我就知道我就算唱錯都要眯埋眼咁唱埋落去。繼續唱呢點呢？呢句呢，從 Gigi 口中可以睇到佢試過呢，就開眼唱呢，就唔理想咁啊，眯埋眼唱成首歌啊，跟住呢，第二點就話就算知道錯咗都繼續眯埋眼繼續唱。哇，咁犀利啊！犀利在於咩？眯埋眼點睇歌詞啊，即係話支持啊，暗示自己啊，即係我睇到啊，咁啊佢記晒全部歌詞啊，就係咁解啊，幾犀利，記晒全部歌詞喎，大佬吓，擘大眼唱咁咪唔使記住咯，係啊，咁啊有登台啊表演嗰時先記啊嘛，但係之前唔係，已經喺唱歌錄音嗰時記晒所有歌詞，我眯埋眼唱，睇下記唔記得。咁樣挑戰自己啊！呢個就係佢自己俾自己壓力啊！大家睇唔睇到啊？我睇到呢樣嘢啦 ，OK？ 所以呢，非常之欣賞佢呢一點啊，另外一點 ，OK？另外再補充，我星斗睇到可以睇到Gigi覺得拜咧，佢好想啊，已經係記晒所有歌詞之後諗住啊，已經諗緊將來點樣表演俾大家啦，聽啦，記埋歌詞，諗住再表演俾大家聽啦，幾犀利啊 ！OK， 我星斗睇到佢已經諗緊呢一樣嘢啊 ！OK， 咁啊，講完閉起眼唱呢個錄音，唱呢個拜嘅意思，本台講完啦，下一點都講到 MV 方面，除咗Gigi擔當主角一定係做主角啦，咁特別邀來一眾幕後音樂人，頭先講咗有4個人參與啦，咁啊包括今次作品嘅作曲人 Edwin Tong 咁啊，即係個靚仔 Tong 咁啊，以及上首作品原色嘅 Jim Wu 咁啊，聯同另外2位音樂人 Henry 關同埋 Lauren Low 參演係咪？所以頭先講完呢，係咪即刻浮現起嗰4個咁啊勁人啊嘛，音樂人咁啊組成一支樂隊，冇錯啦，夾 band。
出演 MV 啊，留意我星斗覺得咧，應該呢4個之後喺表演啊，即係支持喺表演啊、拉啊嘅拜拜拜咧，都會請呢4個做樂隊啊。我個人認為啦 ，OK， 咁都期待佢4個嘅演出非常之好，因為 MV 裏邊咧成效果好正。報道再提到藉由拍攝呢個咧拜拜拜 MV 最受一堂啊，即係5大猛人咁啊，讓之前感到相當高興，好高興啊咁啊！此外最讓他興奮莫過於在拍攝中體驗駕車嘅感覺。講緊另一樣嘢就係話。標題提到嘅嚴明熙之前拍 MV 滿足埋學車願望，就係講緊呢度啦。之前講導演呢教咗我啲揸車嘅技巧，雖然唔係真係揸，但算係少少滿足咗我想學揸車嘅夢想。哇，真係好 Q 啊！之前啊，好可愛。OK， 咁啊又想學埋揸車，咁啊下次學埋揸潛艇，揸呢個咧噴射飛船，甚至揸泥頭車做工人咁啊！另一首新歌嘅構思啊，我自己構思嘅啫，即係話之前好勁啊，乜都想試。OK， 總之乜都有得揸嘅，可以揸嘅都要試。哇！呢個就我覺得啦。OK， 支持好嘢，繼續加油！我哋 We Love You 撐爆你！報道再講嚴明熙之前 MV 變身賽車手，變埋賽車手之為配合拜拜拜嘅冷酷形象，都係講冷酷形象。咁啊，賽車手好冷酷噶嘛，之前係冷酷之，今次嘅表現就係之特別換上賽車手外套，哇，好有型啊！睇過咁啊，要全新型格嘅髮型啊，佢嘅髮型真係超型格。咁啊，拍攝呢個 MV 拜拜拜 MV， 佢表示啊，從服飾到妝髮都是前所未有嘅嘗試，絕對是一次全新體驗。另一點過癮嘢，講到拍攝嘅時候，之前更是字面意義上嘅瞓身演出啊！即係標題講到嘅瞓身演出係咩嚟呢？其實即係話佢攤大隻手啊，咁啊跌落去後邊嗰種叫瞓身演出。點樣瞓法呢？所指是其中一幕，他需要表演出自由落體啊！即係頭先解咗啊，攤大2隻手自由落體，搭落去後邊嗰種感覺啊！睇過 MV 嘅就大家都知道噶啦，一陣會講個 MV 出住，即係嚴明熙個YouTube channel 嘅啫。哦，咁樣你哋睇咗未啊？我睇咗好多次噶啦。OK， 咁啊一陣講，咁啊講翻呢個點樣啊？瞓身演出咁啊，自由落體嘅體驗，咁啊自由落體嘅資料俾咗大家。報道講到啊，呢個賽車之為咗呈現最佳嘅效果，即使導演要求反覆重拍，即係反覆咁跌落去啊，後跌咁樣，之前依然樂此不疲。哇，咁勁，樂此不疲，每 cut 機啊，即係 cut 嘅時候咧，過後都不禁笑言，好好玩啊，好好玩，有冇得再玩點啊？盡顯其率直貪玩嘅性格，即係貪玩之率直之啦。哇，咁過癮，率直之正。咁啊貪玩之啊，我都貪玩嘅。OK， 咁啊貪玩之好嘢，咁啊支持你。We Love You， 今次講2次就算啦，繼續睇。OK， 咁啊睇完噶啦，原來一報道睇完噶啦。咁咧今集好好補充埋嚴明熙玩破格辮子頭循環碌潮味濃啊，即係有2個報道喺同一集裏邊。哇，大家係咪好驚喜咧？咁啊繼續睇啦，係咪好開心咧 ？OK， 今日咁強猛料啊，等幾日啊，大家都值啦，係咪啊 ？OK， 咁樣我做咗幾日啦呢條片，好俾心機做。繼續講翻呢個辮子頭循環碌嘅支持啦，哇，潮味濃即係潮味之，睇下先。支持 MV 嘅破格形象咁啊，全頭紮咗小辮子及戴上頭布巾外啊，嘴上更加添咗循環啊，哇，好有型喎！3大勁嘢就係加咗，就係話個頭紮咗小辮子好多條嘅，戴咗頭布巾啊，咁啊犀利噶嘛！嘴上仲添咗循環，坐在開篷跑車中盡顯女車手氣場，哇！開篷跑車，哇，勁啊，好有型啊！支持今次真係超讚佢啊！第3首歌已經咁型啦 ，OK。咁啊，而他為咗呢個新形象啊，呢個車手碌咧喺佢個咩啊 IG 網啊或者點樣啊 Facebook 嗰度換上咗 hip hop look，哇，潮味十足，潮味之 hip hop 之啊，哇，幾勁啊！今集真係咁多名嘅支持，犀利犀利，越嚟越多名啊！到佢開演唱會咧，成190幾個名，真係犀利啊！到時嘅總結就係犀利多名之，好嘛？繼續睇。跟住再講到有子充滿電子舞曲嘅新歌，是其內心嘅獨白，即係呢首拜拜拜係內心嘅獨白。而早前第一首風淚嘅重新出發啦，到 Colour in the Air 原色嘅內心獨白又係獨白，哇，咁多獨白嘅大佬。
嗰個拜拜拜係讀出個獨白咁咧，而原色咧係嗰個讀字嗰個獨白。OK， 哇咁深嘅，所以要解俾大家聽。講翻原色嘅寓意咧，即使面對流言蜚語，依然綻放自己嘅色彩啊嘛，之前探討過噶啦。而今次第三首拜拜拜，填詞人巧妙將支持嘅名加入歌詞中，係邊句啊？開估就係炎熱到季尾，明月送我希冀，睇咁啊。OK， 節錄咗俾大家睇咗先，喺Oh Bye Bye Bye後邊就係炎熱到季尾，明月送我希冀，就喺呢度。咁啊有個炎，跟住明，跟住就有希，哇！炎明熹個名喺嗰首歌裏邊啊，幾勁啊！咁有心意嘅，邊個諗噶 ？OK， 哇，勁啊！填詞嗰個係邊個？啊，快啲開估，邊個知就留言話俾大家聽。OK， 咁啊知道我就會出個貼文講俾大家聽。所以睇到呢度好勁咁啊！呢首歌超勁，睇唔睇到 ？OK， 好多心思噶，好多正嘢入邊噶。OK， 好中意報道支持啲嘢噶，多嘢講啊嘛，直頭勁啦！睇下嗰首歌嘅歌詞裏邊有炎明熹個名，仲唔勁啊，大佬？我台主有晒資料，有晒根據，報道都係咁講嘅，所以真係超勁啊嘛！再睇報道最後總結就係話呢個咁樣啊嘅歌詞中有炎明熹個名咧，就係相當有心思啊！即係整嗰個相當有心思，報道冇講邊個整啊？填詞人哦，即係小黑 ，OK， 小黑好有心思，係佢啦，原來係小黑，原來係心思黑哦，俾一次啊，心思黑，好嘢，讚佢 ，OK。今集支持嘅形象圖喺晒呢度啊，咁啊小辮子咁就循環碌咁啊，放大個循環，睇到啦，好有型咁啊，布巾頭睇，即係話 MV 中有兩個形象咁啊，着呢個呢車手碌嗰幅喺度，等。係啦，就係呢幅啦，哇咁咧，本台主好窩心啊，放光咧，整光咗幅圖俾大家睇晒成個碌，好有型啊，尤其是條褲啊，當然嗰個 jacket 啊，嗰件褸啊都好型啊，嗰個皮褸啊，咁啊車手碌幾型啊，支持 OK， 型爆100分，車手之勁迷人，耶，今段又拜拜拜，下一段。係啦，俾晒拜拜拜嘅作曲、填詞、監製啊，俾晒大家 OK。跟住當然係拜拜拜全部歌詞俾晒大家。為咗貼題，由歌詞拜拜拜先下一段。到拜拜拜 YouTube 成績，哇！咁我13號截圖就係22萬睇啊，咁勁噶啦，大佬，一日20幾萬人睇啊嘛，截到今日呢，今日錄片係8月18就已經有50萬人睇啦，大約咁啊，哇！足升咗幾多啊，大佬6日嘅啫喎 ，OK 咁啊，咁我都聽咗好多次嘅嚇，咁啊即係呢50萬嘅裏邊有好多次係我嘅嚇，大約你預10幾20次啦，我都聽咗10幾20次噶啦，喺呢大約6日嘅裏邊 ，OK。你聽咗幾多次啊，大佬 ？OK 咁啊，有冇聽100次啊？哇，咁勁，超級忠粉喎你！聽多啲啦，聽夠400次啦，大佬。唔該晒，多謝支持。記住正片喺炎明熹頻道，至於脂鹽粉頻道呢，就可以睇埋拍攝小花絮，係 short 嚟嘅，介紹大家。咁拍攝小花絮有咩睇啊？就係小嘅花絮啦，冇錯。咁啊，其中一個小花絮呢，就係之前舉開2雙手跌落去，咁呢，就唔知邊個呢，就模擬把槍射落支持度，支持就好似中槍咁打落去，就好過癮嘅，大家可以睇下啦。OK。順便睇埋支持介紹啊！呢個拜拜拜喺 KKBOX 嘅裏邊，記得捧場。冇錯啦 ，YouTube 嘅脂粉頻道頭先嗰2個 short 有晒，我聖斗睇晒噶啦。跟住就係脂粉頻道有條長片啊，都係講拍攝花絮，有咩分別啊？呢條係長片 ，OK， 好長嘅 ，OK， 慢慢睇啦，大家啊，包你睇到飽啊！咁集報道全部講完，但係有個突發呢，就係喺8月17。都係脂粉頻道支持做咗個電台專訪，拜拜拜第3首正歌直播啊 ，OK， 咁啊有興趣去睇埋佢啦。好，咁啊，終於順利完成拜拜拜嘅報道。最後完咗，我又要去聽支持呢首新歌，拜拜拜啦。最後我想講咩啊？就係話又要同大家講再見啦。但係新嘅講法就係話支持教咗我係乜嘢啊？各位，拜拜拜，下次見。